嗨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喺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支持下，幫我撳個 like 先，多謝大家。最近朋友圈呢有條熱話喎，就係講中國呢嚴查嗰啲雙重國籍啊。而家大陸嗰啲人面識別啊，同埋指紋啊，好先進噶嘛。咁你一過關呢，以前係用人手查。而家咧，直頭係過關人面識別，已經有晒你嗰啲生物資料，佢就會響警號嘅。哇，好犀利喎！所以咧，唔好再諗住隱瞞雙重國籍，因為有啲朋友咧諗住收退休金啦，又或者有啲資產啊瞞報啊嘛，兩邊美國又或者外國又下啲福利啊咁樣，咁啊而家可能呢招行唔通咯喎。咁啊，大家要留意翻啊！如果係你有資產，快啲去搞掂佢，又或者有咩嗰啲錢多得滯，使唔晒咧，就俾啲我。同埋咧，唔好諗住成個世界啲錢都係你賺晒喎！哇！你又喺外國又收一份福利啦，跟住咧國內又有退休金啊，依樣嗰樣有收租啊咁樣。可能都牙煙啲喎，咁啊各位 fans 小心咧，俾佢凍結你個資產啦，同埋禁止你出境，同埋取消你個國籍喎。咁啊，其實咧，我覺得如果你既然係去咗外國，環境又更加好，揾食又更加容易，同埋起碼你賺嗰啲美金啊，或者歐羅啊，或者澳幣啊嗰啲，其實佢啲兌換率都仲高過 China 嗰啲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其實 anyway 算啦，舊嘅唔去，新嘅唔嚟啫。睇開啲咯，唔好睇得啲錢咁大。你係要睇一個性價比，而且咧喺外國咧啲環境咧更加舒適同埋現代化融合。生活更加依時，呢個已經係最幸福㗎啦。當然有啲可能係仲係喺國內任有公職嗰啲呢，都會自動取消你個公職㗎。咁所以各位 fans 自己留意返啦。送你一句説話啦。呢句説話呢就好啱聽嘅，叫做失之東隅，收於桑榆。咁啊，此話點解呢？呢個説話嘅解法咧就話，如果你喺某一個地方失去咗一啲嘢，將來咧一定會以另外一種形式歸來。記得啦，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記得多啲留言，多謝晒，下集見，拜拜。